个新北市长的选战。林佳龙透早到三重埔的果菜市场来拜票，讲到市场扫街是伊选战最后这50天的重点。若侯友宜最近开始看县市来辅选，有媒体来报讲，这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已经提早来点到阵火，讲侯友宜甲赖清德甲郭文哲来呈现出一个新探两个意思的大对决。侯友宜是来回应讲，拜托的，即摆是咧选2022年的新北市长。为团团的手中接过往来，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笑甲真欢喜，年底选战剩50天尔。林佳龙去三重埔的果菜市场扫街拜票冲选情。前2个月上半场啊，我们在建立组织，提出政见，最后的50天啊，我们市场扫街啊，就是一个重点啊，所以这本来就在我们安排的这个规划里面。无咧，敢是进前有人质疑讲，参选以来拢无去市场，林佳龙即摆去市场拜票，展现热情甲活力。抑过剩较无2个月时间，才加强陆战，这力头敢真正有够？侯市长平常就常到市场，呼吁林佳龙，如果真的有心，就应该要多跑跑，了解民众的需求，不要只是流于表面的扫市场，甚至是为了选举才来。林佳龙一直针对侯友宜未做好做满这点，媒体嘛点评讲，已经开始跨县市辅选的行程的这个侯友宜，已经开始2024年的前哨战，甲赖清德、郭文哲出现一个新探两个医生的对决局面。现在是在选2022的新北市的市长，除了把一些市政的工作全力以赴把它做好以外，也要恳请市民朋友来检视我这4年的市政成果，我们一起好好做代志。对未来发展无假讲，不过这句好好做代志，可能就是侯友宜对竞选2024上好的答案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